2025年10月29日星期三，農曆9月初9，係收日，寓意收成同收斂，亦都係黑道日，唔適宜舉行重大事宜。今日適合處理以下事務，例如祭祖祈福、舉辦成人儀式、搬屋遷居、會見親友、理財納財、追收帳款等。另外，剪髮整理、家居清潔呢啲日常小事亦可以進行，但要留意，今日應該避免結婚擺酒、新店開張或者商業洽談，同時唔適合開鑿祠堂、起廁所或者破土動工。生肖方面，今日係陽日沖牛，屬牛嘅朋友運勢受沖，行事要謹慎，而豬、兔、馬就係今日嘅幸運生肖。吉時方面，壬時3點至5點，卯時5點至7點，比較有利。方位上，財神喺正東，喜神喺西南，福神喺西北，而煞位喺西方。重要活動應該避免向住呢個方向進行。需要留意今日係豬雀黑道，要小心口舌是非同法律糾紛。整體嚟講，今日適合整理成果，打好基礎，但要避開婚嫁開市等大事，同時注意西方煞位同相沖生肖。